当如何行？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2024最后一个主日礼拜，但愿我们每个人能够再一次来算数一年当中主给我们的恩典，在风雨中有平安，在艰难中有祝福，在顺境中我们更应该献上感谢。今天早上牧师的主题是：主啊，你是谁？我当如何行？保罗他不是耶稣12个使徒之一，但是他却是在基督教会史上最伟大的一位使徒。他将基督教从犹太地区传到当时的罗马帝国。保罗他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就是今天土耳其纳达雅。那个地方在当时是大学城，东西宗教、文化、民族混合的一个都市。保罗他是犹太人，出生第8天就受割礼，他是以色列便雅悯支派。因为他的父亲是罗马公民，所以他出生就有罗马籍。8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把他送到耶路撒冷来接受犹太人的宗教教育。15岁以后，他跟随当时的加玛列成为他的学生。加玛列当时是犹太公会的议员，也是法利赛教派律法的权威。保罗跟着他来学习律法。年轻的保罗，他立志他将来要成为犹太的拉比，或是能够成为公会的一个议员，所以他也一直向这个目标在努力。当时犹太人被罗马帝国来统治，他们所期待的就是弥赛亚有一天会降临，并且能够拯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。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个以君王身份来出现。保罗他没有办法接受当时的这些跟随耶稣的人说耶稣是弥赛亚，是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所以从保罗来看，耶稣他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他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，竟然跟随他的人说耶稣是基督，为人来死，而且死后3天复活。特别是在五旬节以后，他看到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去信这个宗教，所以站在他的宗教热情和站在他传统犹太宗教的危机意识，他站出来，他要消灭这些跟随耶稣的人、信耶稣的人。他认为耶稣他们所传的是违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，所以从他的立场来看，那是异端。保罗，他的希伯来名叫做扫罗，他希腊文的名字叫做保罗，所以有很多人说，保罗是信主以前叫做扫罗，信主以后变成保罗，那是错误的。那是希腊名字和希伯来名字不一样。他第一次他的名字出现在圣经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58节，就是当时司提反他为耶稣做见证，他被抓到公会，后来他在公会惹怒了这些犹太人，所以他们把他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来丢死他。在这个时候，圣经写说，这些扔石头的人，他们把他们的衣服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。60节写说，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从使徒行传第8章开始，就是教会受逼迫。在第8章第3节写说，扫罗却残害教会，进个人的家，拉着他们的男女下到监里。接着他找大祭司，向他大祭司求一份公文，让他去到大马色的教会的会堂，凡是他遇到信耶稣这一些人，可以把他们捆绑起来送回耶路撒冷。
这就是信主以前的扫罗。但是，请大家不要忘记，上帝是介入人类历史的神，更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上帝。所以，当扫罗他们一行人走到将近大马色的时候，忽然从天上有光四面照着他。扫罗他扑倒在地里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那个声音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所以这个时候，从扫罗他心里发出一个问题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我当如何行？”弟兄姐妹，今天在这个地方，我要再一次来提醒大家这个问题。或许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再发问过这个问题，做基督徒久了就麻痹了，就不看重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。但愿圣灵今天早上再一次光照你，从你的心里发出这个问题：主啊，你是谁？我当如何行？启示录是整本圣经里面最困难读的一本，因为里面很深很困难，所以很多人他都不想读启示录。其实你若详细读启示录，你会发现启示录是圣经里面最有盼望的一本。它的主题是荣耀与盼望，告诉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背后都有神的掌权。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，就是人最大的福气不是这个世上的福气，而是有一天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能够进入神永生的国度，与神居住在一起，就好像诗篇23篇最后一句：“永远居住在耶和华的家。”那才是我们最大的福气。使徒约翰他90岁的时候，受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多米田的迫害，把他放逐到拔摩小岛上。他在那里看到启示，圣灵对他说：“你所看到的要记下来，传给后代的人。”又有声音对他说：“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君王，是元首。”所以在启示录第1章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荣耀、权柄、尊贵都是属于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，不要失落这个信念。耶稣基督，你是谁？第一点，在第8节，主上帝说：“我是阿拉法，是俄梅戛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”阿拉法是开始，俄梅戛是序尾，是希腊文它的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。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基督是起初的创造者，也是最后的完成者，是开始的，也是最后的。所以人类一切历史都包含在它里面。因为你所信的这个主是开始的，是最后的，所以人生的过程，我们都要用一种不变的信念来信靠他，因为他是一位全能的神。第二点，他是荣耀的君王，他是大祭司。从12节到16节，他描写了主耶稣，他说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代表耶稣的圣洁和荣耀。他说他的眼目如同火焰，人所以为能够隐秘的那些恶事，都不能隐藏在他面前，他都能看透，因为他有如火焰的眼目。15节，他的脚像光明的铜，好像经过火所锻炼。脚是用来走路的，经过锻炼如铜的脚，他所到的地方都是带着光，带着盼望。而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，就是震动人心的声音。我们常常说一句话，扣人心弦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声音，
他带来生命的能量。16节他说他的右手拿着7星，代表保罗他所建立的7间教会的使者，在主的手中有主的保守。16节说从他口中吐出双面利的剑，代表耶稣的话能够感动，能够刺入人的心。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耶稣基督他是谁？他是荣耀的君王，他是审判的主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。第3点，在17节，约翰看到这个景象，就扑倒在主的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主耶稣用右手按着他，对他说：“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也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。我曾活过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”主耶稣是永远活着的主，所以今天在我们中间向我们来启示，用百般的方法来呼召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怎样来回应他？保罗在主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我当如何行？”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都是蒙神所拣选的儿女，主耶稣那么爱我们，带领又引导我们。我们是不是曾经问过主啊，我当如何行？第一点，你要关心你的儿女、你亲人朋友的信仰问题。我昨天在松年大学这结业式，我说过一个故事。有一个牧师 David Vakina， 他曾说过一个故事。他说他的岳母92岁。因为年纪很大，所以很多事情都忘了，甚至连亲人他都会忘了。我们现在说失智，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老妇人。有一天，他67岁的儿子心脏病来去世，所以这些孙子们他们在那里很犹豫，不晓得要让他知道还是不让他知道，是不是要带他去参加告别礼拜，还是不要？他们想说，如果带他去参加告别礼拜，他也是呆呆的坐在那里，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死去，但是不带他去，在心理上又过意不去，所以最后他们决定还是带这个老阿嬷参加告别礼拜。当这个92岁，很多事情都不晓得这个老妇人坐在教会里面。别人在做什么，他都没有反应，他只有安静坐在那边。但是当牧师说我们一起来朗读诗篇23篇，他忽然好像活起来，他跟大家一起念诗篇23篇，每个字都念出来，而且念得很清楚。读完以后，他们带他到他儿子棺木的面前，他在那里问了2个问题。这2个问题，我相信对我们来说很值得思考的问题。他第一个问题问说 ：“Is this my boy? Is this my boy？” 这是不是我的儿子？第2个问题，他问说 ：“Did God bring him to heaven？” 上帝有没有带他去到天堂？他有没有去到天堂？这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。我们有没有在关心我们的儿女、亲人、朋友？有没有关心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会走到天堂还是不会？是会走到上帝那里还是不会？这个已经混沌失智的老人，他最后还关心他的儿子是不是有去到天堂？要趁着上帝还留我们生命的时候，来关心我们的儿女，关心我们的亲人朋友，他们所走的路径到底是走到哪里去？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是什么人？他是你的主，是生命的主宰，没有他，
我们就没有永生的生命；没有他，我们就失去盼望。所以，基督教不是在告诉你一个宗教的道德标准，基督教是告诉你有一条路，你能够和神建立个人的关系，然后这个关系要带领你从今生走到永生，就是这样，让你在今生，让你在活的时候能够成为上帝的器皿，让神来使用。第二点，我当如何行？你要和上帝建立父子的关系。Bill Bright 他是 UCLA 的教授，他说他信主以后，最担心、最挂虑的事，就是他父亲的信仰。他的父亲还没有得救，他的母亲每天也一直在为这个父亲来祷告，但是他的父亲自我感觉良好。他说：“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情，我人也不错，大家都很尊敬我，所以我不需要去教会。”但是 Bill Bright 他很担忧，每天为他的父亲来祷告。但是有一年感恩节，在美国感恩节就像我们的过年一样，有 family reunion， 要回到自己的父母的家。所以那一年他回去的时候，他就想很坦然跟他父亲来谈道。他说：“我不是不会害怕，不会紧张。一个儿子要对自己的父亲说信仰的问题，有的时候很困难开口。所以那天晚上吃过饭以后，他父亲坐在客厅沙发上，他就跑去坐在他父亲的旁边，跟他父亲说：‘父亲啊，我今天回来有一个特别的目的，我要和你谈你和上帝的关系。’他的父亲开始很不自然，一下摸脸，一下摸衣服、摸扣子，然后脸就看旁边，他在那里逃避。他的父亲回答说：‘其实我人也不错，需要的是你的母亲。’他儿子说：‘父亲不是这样，今天我要跟你说的就是，上帝很喜欢和你有一个生命的关系，他是爱你的，所以你能够来认识他。’他在那里用圣经的话来很坦然的跟他父亲来谈道，但是这个父亲他站起来，说改天再说，改天再说，就走回他自己的房间。但是这个 Bill Bright 他的心没有放弃，他回家以后，他继续向神祷告说：‘父神啊，你不要让这个时间拖太久，你爱我的父亲，我也爱我的父亲。’有一天，他打电话回家，他说学校派我到旧金山参加一个会议，说我要回去住3天。圣灵很奇妙的安排，在那3天刚好他的教会有一个布道会，所以布道会的晚上，他和他母亲就带他父亲一起去参加这个布道会。上帝在布道会当中，圣灵感动他父亲的心，心在那里融化。当牧师说：‘你若要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让他来引导你一生，请你勇敢站出来，站到前面来。’他的父亲居然站起来，他的母亲也跟着他父亲走到前面，在那里跪下来，流泪祷告，接受神。第二天晚上，他的父亲再去，他有一个弟弟刚退伍不久，他父亲也要带他一起去。那天晚上，牧师讲道讲完后，说在会中，你若有你的亲人朋友，你很喜欢带他到主面前的，请你走到他身边，把手按在他肩膀上，带他出来。他的父亲也站起来，走到他那个小儿子的旁边，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，带他这个小儿子上前来认识主耶稣。第一天得救，第二天他就那么在意关心他的儿子。第三，没有一件事让你能够被神使用更高兴的事。米尔伯尔在他的传记里面有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。他说：世界上
没有一件事比你奉献给神使用有更大的喜悦。他说：“你赚再多的钱，也是一时的；你很有成就，也会过去。但是你让神使用，领人归属的喜悦，是永远、是长长久久的。”他说他在 UCLA 教书的时候，他开放他的家里当成查经班，所以很多学生都会去参加那个查经班。有的时候他会招待他们吃饭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学校很出名橄榄球员，他也来参加。他问他，后来到那个查经班完了以后，他问这个年轻人，那个年轻人跟他说：“我今天我是陪我女朋友来的，我对宗教没有兴趣，我的兴趣只有打球，球是我的生命，球，我的世界上只有球。”这个 Bill Bright 在那里问他一个问题，打动他的心。他说：“有一天，如果你的脚断掉一根，断掉一只脚，不能再打球，你的生命要如何？”这个年轻人听到这个问题，在那里醒悟过来。回到家里以后，他一直在想那句话：有一天，我的脚若断掉，球就不是我的生命。所以他第一个礼拜，他再来参加这个查经班。Bill Bright 在那里引导他那个青年人来决志。这个打球的选手，他后来毕业后，职业橄榄球队来找他，他辞掉这些很高薪的工作，他去读神学院，最后做牧师，成为雷根总统的牧师。他在华盛顿 DC 一共牧会25年。所以，当雷根总统就任典礼的时候 ，Bill Bright 受邀去参加就任的典礼。他说那一天主持整个那个就任流程的议员，就是在他的家里接受福音的一个年轻人。那时候 Bill Bright 带他来认识上帝，所以那个年轻人认识神以后，他非常追求，后来成为一个议员，大家所尊重，而且很有领导能力，用上帝的真理领导国会的一个议员。在雷根总统就任的整个那个典礼上，他来主持。那位成为牧师的球员，他带领全国的百姓在那里祷告。Bill Bright 他受邀坐在贵宾席上。他说就任典礼结束以后，这2个人就来找他，而且还带了几个人，跟他说：“这位是你们属灵的阿公，我们是他属灵的儿子。”他说那一天，他坐在台上参加那个做就任的礼拜，他整个人的喜悦，很难用言语来形容，因为他成为上帝的器皿，因为他相信献给上帝使用的人是世界上最有福气的人。有一个老妇人，她曾经做过一个见证，她说她是世界上最笨的人。她说她的儿子在大学是读牙医学系，毕业后，她跟她母亲说：“我想去读神学院。”她的母亲说：“千万不可以！你可以一面帮人家拔牙齿，一面传福音，反正他躺在那个椅子上，他跑不掉。有钱可以赚，又可以传福音，这样不是很好？何必读神学院？何必献身？”这个儿子告诉他母亲说：“妈妈，上帝呼召我，我有感动在我的心里，我觉得献给上帝比当牙科医师还好，所以我有那种感动，我要去读神学院。”什么人能够让上帝来使用？献身基督做上帝的奴仆的基本信念，是因为你相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应许。所以无论神选召你成为全职
的侍奉，还是在你工作职场上的侍奉，你都是成为神的使者。你都要存着恭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说：主啊，我相信你是世上的君王，你是元首，你是活活的主，我愿意将我的生命献给你用。扫罗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我当如何行？但愿今天早上圣灵再一次摸到你的心里，让你得到答案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每个世代兴起许多人参与你福音的大使命。你拣选保罗，让他将福音传到罗马帝国，一直到今天，你的救恩仍然影响整个世界，你的救恩也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。求你今天再一次感动我们，唤醒我们，再一次思考这个问题：主啊，你是谁？我当如何行？帮助我们，无论在求学的过程，在工作职场上，都能够为主你所用，关心我们的亲人、我们朋友的信仰。我们将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